这鬼东西不知道是海蛇还是什么，我担心有毒。伤口不深，不用缝针。根据伤口情况来看，应该是海鳗之类的生物。海鳗怎么会这么大？我们以往捕捞到的海鳗最大也不超过30斤，这家伙目测超过了100斤。100斤的海鳗！这条土龙可是值钱货，抓到了它，剩下的3000斤青蟹都可以不用了。你要干嘛？抓鱼。海鳗居然可以长这么大，看来随着这枚戒指的出现，这片海域还有更大的家伙。这玩意儿不对劲。阿钱，你可真厉害，这么大的海鳗你都能抓上来。这么大的土龙，我也是第一次见。应该能值不少钱吧？这已经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了。有了这条土龙，剩下的3000斤青蟹是不是都不用去捕了？我还想去远海再看看，明天回码头。看来这附近已经没有多少海货了，今晚就这样吧，早点休息。好。老大，那小子回来了，赶紧给老子盯住了，别让他上岸！所有人带上现金，跟我走。秦哥，海货都齐了吧？都在这里了。我的个乖乖，还真搞到了！这得多少斤？8000、9000，全是满黄的，个顶个1斤往上。3天1万只，他是怎么做到的？秦哥，这里好像不够1万只吧？我怎么感觉还少1-2千斤？附近海域我们都捕捞过了，就这么多。秦哥，你可是答应过龙爷，1万只1斤以上的青蟹，你现在少这么多，我们都得死。虽然数量差点儿，但我还有好东西。还有好东西？什么东西？你可别耍我！你看了就知道了。这是什么鬼东西？海鳗，海鳗能长这么大，1斤都不止，这他妈成精了吧！
这可是土龙，你们在哪里搞到的？阿琴亲自下海抓的，毛密光滑，没有一点伤痕。秦哥，你可真厉害呀！怎么样，还满意吧？满意满意！这么大的土龙，全国不，全世界都独一无二，我们要发财了，发财了！你先别高兴，这条土龙，我可没打算给你。那是，就算您给我，我也不敢要啊。你把这东西给龙爷，看他开价多少，到时候值多少钱，你拿1成。龙爷说了，你只要能搞到青蟹，这些钱全都是你的。青蟹我拿去交差，土龙到时候看龙爷出价多少，我1分不少给你。那就多谢了。对了，你那辆皮卡车借我几天？你喜欢就拿去随便开，钥匙在车上。发财了，发财了！大哥，这一票咱们在海城要横着走了吧？横着走，老子要飞着走！老大，你真的不打算吞了这条土龙？值多少钱您心里有数？吞？你吞得起来吗？这小子一个人能抓上来这玩意儿，你以为他是普通人？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是哪来的货？1斤半都不止，我干了20年没见过这么大的，这得多少筐？30、40？他们不是收高利贷的吗？怎么改行捕鱼了？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给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大货。这是什么怪物？海鳗，海鳗能长这么大？这是成精了吧？我在海上漂了30年，见都没见过。都让开，让开，别挡了老子的道！大嫂，这些是你的。我这个人没什么大的抱负，就打算拿着这些钱买一艘更大的渔船，去更大的海域看看。这些钱我不能要，这都是你拿命换来的。不，这段日子风风雨雨都是你陪着我过来的，这些钱有你的一半，你拿着钱去个安稳的地方，好好过日子。秦哥，我不走，我的命是你救的，不管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你可要想好了，跟着我，以后就只能在海上漂泊，风里来雨里去。我不在乎，只要你不嫌弃我，我以后给你洗衣服做饭，你让我做什么都行。龙爷，您看，还满意不？这个赵琴还真是个人物啊，3天时间就搞定了。是啊，龙爷，这赵琴真的不简单。钱你给他了没有？我龙爷做事虽然霸道，但一码归一码。赵琴这小子仗义，我不能害了他。那龙爷，您之前说要我们的命是吓唬我们的，不吓唬你们，能凑齐货吗？实不相瞒，我也有苦衷。我孙子的满月酒，大帅要亲自来，点名要吃大青蟹。他手底下有多少人，你也知道。连大帅都要来。别废话了，验货。
全是满黄的，个个1斤半往上。这品相我在海城从没见过。龙爷，这货比市面上最好的还要好。赵老三，没想到啊，这个赵琴还真不是一般人，老夫没有看走眼。这都是托龙爷您的福啊！好兆头，我孙子的满月酒一定是最气派的。龙爷，数量不对，少了2000多只。赵老三，你什么意思？我让你收1万只，你这是玩我？龙爷息怒，息怒，息怒！凑不齐1万只，大帅发起火来，到时候你我都得死。龙爷先别生气，我还给您准备了一个礼物。什么礼物？你可别拿我当猴耍！哪里哪里，龙爷您请看。这是土龙，这是土龙，3米都不至，这得100多斤吧？你们从哪儿搞到的？我在海上跑了20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老夫刚得了龙孙，就送上来真龙，这是祥瑞，祥瑞呀！恭喜龙爷，贺喜龙爷！恭喜龙爷，贺喜龙爷！大山啊，你这土龙皮毛光滑，不像是网到的，嘴上也没有伤痕，也不像是钓来的。你是哪儿来的？这可是我亲自下海抓的。你放屁！就你这熊样，你能搞得定这种大货？老实交代，哪里来的？看来什么都瞒不过您的慧眼。实不相瞒，这条土龙也是赵琴抓来的。又是赵琴，此人果然不简单，老夫得亲自去找他，为之前的事做个解释才行。我知道赵琴住哪儿，我带您去。我们走。另外，准备1000万现金。秦哥，试试我的手艺。没想到大嫂还有这么好的手艺。以后别喊我大嫂了，喊我小兰就行。小兰，我来吧。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你来？都什么社会了，不分这些。赵琴，你终于回来了。李贵说他把钱都给了你，老子现在来要债。李贵欠的钱跟我没关系，他已经跑了。哼，跑了？他说钱都给了你，少废话，拿钱出来，不然今天你这房子别想要了。看看再说。赵琴，李贵把他的钱和女人都送你了，你拿了他的钱，睡了他的女人，这笔债就得你来还。李贵欠你们的钱，你们去找他，再不滚，后果自负。让我们滚，好大的口气！兄弟们，弄死他！好厉害的身手，这个赵琴果然不是一般人。幸亏当初没跟这家伙硬来。秦哥，你有没有受伤？放心，我没事。好，好，好，你有种，你等着，我马上去叫人，我倒要看看你能打得过多少人。叫人？
我倒要看看你叫多少人。龙爷，您怎么来了？我倒要问你，你在这里做什么？龙爷，李贵那个王八蛋欠了我3000万，我是来要债的。要债你去找李贵，来这里做甚？李贵说他把钱和女人都送给了赵琴。您看，赵琴搂着李贵的女人，我不找他找谁？按照你这么说，你大哥蒋天灵欠了老夫3个亿，这笔钱是不是你来还？我赵琴是我的朋友，你胆敢再找他麻烦，我将你挫骨扬灰。少钱，秦哥，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李贵的钱我不要了，以后我保证不会再来找你麻烦。龙爷，不错，胆识过人。不知道龙爷拜访是为何事？赵大山手里那条土龙是你抓的？没错。好身手，这土龙1000万，我要了。1000万？看在老夫面子上，交个朋友，如何？行，就1000万。秦哥，我调查过了，李贵留下来的那栋酒楼就是抵押给了陈大强这帮人。陈大强现在估计不敢再来找你们麻烦了。这酒楼我带人去给你收回来，今天晚上给你接风洗尘。那就麻烦了，自己人不说两家话。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打算拿这些钱买一艘更大的渔船，以后你负责经营酒店，我去捕鱼。这才像样嘛！大家动作都快点儿，一会儿我秦哥要来了。陈大强，你他妈还来？你不知道老子是龙爷罩着的吗？龙爷，我告诉你，我老大说了，今儿龙爷的面子也不给。来人，给我砸！赵大山，白天挺嚣张啊！你别得意，我兄弟不会放过你的。你兄弟都躺地上了。那个赵琴不是挺能打的吗？人呢？当缩头乌龟了？我今天就废了你！给我废了他！抱歉，来晚了。秦哥，你太猛了！大哥，你终于来了！他们欺人太甚。李贵，把这栋酒楼抵押给了我，就是我蒋家的。你现在霸占我的酒楼，打伤我的小弟，总得给个说法吧？这栋酒楼值多少钱？2个亿。2个亿？你开什么玩笑？你要是愿意陪我一晚上，1个亿也行。这酒楼最多值1个亿，多1分钱我也不给。不给，那就拿命换。
杨天雷，你带这么多人欺负一个晚辈，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哟，龙爷，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赵琴是我朋友，我今晚过来和他喝酒。原来是新收的小弟，难怪这么能打。不过一码归一码，你的小弟打伤我这么多人，这笔账怎么算？你们几十号人打不过一个，你还好意思讨价还价？罢了罢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不过这酒楼是我的，您要去吃饭喝酒，得提前和我打声招呼啊，我好去敬酒，对不对？这酒楼什么时候成你的了？李贵欠了我3000万，把酒楼抵押给我了，白纸黑字，手续齐全。我给你3000万，这酒楼我要了。龙爷，您这样做我就很难办了。酒楼是我3000万收的，您要的话，2个亿我转给您。杨天雷，老夫出来混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现在怎么学会在老夫面前摆谱了？既然龙爷看上了这酒楼，我亏点，1个亿，怎么样？5000万。5000万，龙爷，您这是拿咱们后辈开玩笑吧？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开玩笑。好，5000万，但我有一个条件，5000万必须要他来给。睡大哥的女人是江湖大忌，你既然做了，这件事就得你来扛。1个星期，拿着5000万来找我，酒店归你。1个星期，我们哪里去凑这么多钱？你这不是纯欺负人吗？好。龙爷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笔钱您应该不会帮他出吧？小伙子，老夫欣赏你，我先借你5000万，你后面慢慢还。多谢龙爷，只不过1周时间，我还想试试。好，好，好，老夫果然没看错人。接下来你的海货，我全部以市场价最高收购。这酒楼5000万盘下来，你只赚不赔。我现在就去准备，今晚出海。小兰，家里我给你留了300万，你拿着它，远走高飞，别回来了。秦哥，你这是要赶我走？海城鱼龙混杂，各大势力盘踞，你留在这里会更危险。我不怕，只要能跟着你，我什么都不怕。我会开船，我也会捕鱼，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在海上吃苦。我给你做饭，我照顾你，你让我留下来，把我当个佣人都可以。你想好了，这一路会很苦。没有你，我会更苦。秦哥，你说咱们这一网会有收获吗？这片海域很危险，很少渔民冒险过来，大货会非常多。有秦哥在，一定会大丰收。这一网怎么会这么多？这都抵得上一网1个月的货了。每一网都有这种收获，5天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酒楼盘下来了。李贵的酒楼至少值1个亿，盘下来之后我们好好经营，一定可以挣大钱的。以后这酒楼就是我赵琴在海城的立足之地。
你小子够狠，居然敢来这种地方捕鱼，怪不得龙爷欣赏你。是蒋天雷指使你们的。哼，你以为我老大真那么好心，以5000万价格把酒楼卖给你？老大交代了，等你出海就弄死你。可惜了，这么漂亮的大嫂，我们老大看上了，哥几个不能碰。妈的！老大交代了，这个女人必须活着带回去！快下去！还愣着干什么？给老子跳！看到了，就在前面，不能让这小子跑了。跑不了，这片海域温度很低，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冷死。冷死了更不行。老大要的是活的女人，不是冻硬的尸体。这是什么鬼东西？浪，10米高的浪！快跑！秦哥，我们没死，我们没死。是的，我们都活着。好热，难受。小兰，好热，好难受。一定是在海里受凉了。药，我去找药。来，把药吃了。秦哥，对不起，是我拖后腿了。别说这些，安心休息，有我在，没事的。秦哥，我突然好冷。这片海域大货确实不少，但也被我捕捞的差不多了，得补充一些鱼苗才行。我现在能力比之前更强了，能控制更大一些的海洋生物和海水。
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鲨鱼，看来这片大海隐藏着更深的秘密。秦哥，下面情况怎么样？基本上没什么大货了，下一步估计得去明渊海沟。明渊海沟太危险了，据说进去的渔船都没有回来的。富贵险中求，你怕了？我不怕，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大哥，大哥，我要的人呢？大哥，再给我一次机会。昨晚遇到了风浪，哥儿几个都吃了大亏。我已经给了你2次机会。来人，剁碎了喂鲨鱼！大哥饶命！大哥饶命！我昨晚在他的渔船上装了卫星定位，我这次一定能把人给您带回来。停！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把人带回来，要么你带着你的脑袋回来。秦哥，没想到这地方大货这么多。这里还只是海沟边缘，里面估计还有更多大货。那我们要不要再深入一些？等明天，现在太危险了。好。秦哥，渔网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估计是缠到礁石了，我下去看看。注意安全。放心。秦哥，你一定要平安。秦哥，秦哥，又是你救了我。这片海域很奇怪，我们先离开。疼吗？有一点点。伤口不深，没事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章鱼，这要是抓上来，估计比那条土龙还值钱。太危险了！以前我就听说这片海域里有海怪，没想到是真的。确实有问题，但个头越大，越值钱。强哥，赵琴这家伙居然去了明渊海沟。妈的，疯子！这他妈就是个疯子！那我们怎么办？跟过去吗？你他妈脑子是不是进水了？那地方谁进去能活着出来？那怎么办？再等等，看这家伙出不出来。如果出来，白天动手。秦哥，你看，鲸鱼还有海豚。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出来。姓赵的，今天你就没有那么好运了，我就不信这种天气还能翻进海浪。强哥，直接把他的船凿穿，我就不信他能活着。你他妈傻呀！老大要活捉那个女人，万一淹死了咋整？那怎么办？现在大白天，我们登船有风险啊！那小子手里有家伙，船上有枪，不怕，强行登船，他只要敢露头，我就打死他。鲨鱼，是鲨鱼！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鲨鱼？完了，快跑！秦哥，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没事。那帮人呢？全部没了。秦哥，这都是你做的？是鲨鱼。鲨鱼？没错。看来老一辈人说的没错，人类永远要对大自然保持敬畏。是龙爷。老夫收到风，蒋天雷为了独吞酒楼，要杀你灭口。龙爷费心了。蒋天雷的那手下来了没有？你把他们都解决了？是鲨鱼，他们遇到了鲨鱼群。你们这几天收获怎么样？收获还行。我的天，这得多少斤？这龙虾快赶上我胳膊粗了。东星斑，全是东西斑。你们在明渊海沟待了几天？这些货够我们卖3个月的。这些全都是质量上乘的好货，我全要了。来人，装船。小秦，现在钱够了，跟我回去，把酒门盘下来。大家快看，那是什么？是章鱼！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章鱼？这少说得有400-500斤，我看不止，得有上千斤了。这他妈的是海怪吧？就是这家伙，前天差点把我拖下骰去。什么？这玩意儿还要吃人？这些伤就是这玩意儿留下的。我的个乖乖，太吓人了！这东西要是能捉回去，岂不是发财了？既然龙爷喜欢，那我就抓来送你。啊！秦哥，你没开玩笑吧？这可是要人命的。这东西，活的才值钱，死了只能当标本。你还要抓活的？你不要命了？龙爷对我有恩，这点小事，不足挂齿。
秦哥，小心点。放心，我有把握。这都下去5分钟了。嫂子，你干嘛？我要下去找他，我要下去找他。是秦哥，秦哥出来了。扔一条绳子下来。收绳子，拉！上来了，真上来了！这他妈比船都大，1000斤都不止。看那万毒，比人腰还粗。秦哥，这是人吗？你是怎么办到的？和他在海里比体力，可惜他没我持久。好胆识，老夫佩服。这家伙只是累了，别让他缓过来，赶紧找个东西装起来。来人，快来人，养起来！这可是老夫的宝贝。得找个密封的容器，这东西只要有一个缝都能钻出来。对，打氧密封。大山，你马上联系人定制鱼缸，送到码头。龙爷，这么有兴致，还亲自出海，不出海哪有大生意做？龙爷，您这是发横财了，运气好，收了一批好货，那就恭喜了。让我也看看，您捕到了什么好货。这个季节，怎么可能捕捞到这么大的黄鱼？好大的老虎斑！我干了30年，没见过这么大的。这青蟹比我脸都大。龙爷，您这些海货，比整个海城市场加起来的还要上乘，往后我们可就没生意做了。海货市场本来就是各凭本事，你有本事，你自己下海去捞。龙爷，他们怎么会在你的船上？这批海货是他们捕来的，你该不会以为我这把老骨头还经得起这样折腾吧？
不用打了。你什么意思？你应该去问问海里的鲨鱼。你杀了我的人！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咱们龙爷可是合法渔民，渔船上都装了监控，从出海到回来全程记录。你不信可以查，但我怕你到时候看到你那帮小弟被鲨鱼咬死的惨状，更伤心了。对了，老夫还有一样东西，让你见识见识。来人，把我的宝贝抬下来。龙爷，什么东西这么见不得人？你一辈子也没见过的。准备。是八爪鱼，好大的八爪鱼！不可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八爪鱼？看这个头，得有700-800斤了。傻眼了吧？我告诉你，这东西可是地位的象征，只有咱龙爷才配拥有。老大，下个月就是查查大帅的寿辰，他可是渔民发家的，最喜欢收集这些大货。这东西要是买来送他，那岂不是……这东西太大，养不活。哪怕做成标本，那也是全世界独一份啊！龙爷，留步。怎么？龙爷，您这章鱼王能不能卖我？你买不起。1个亿，给我10个亿，你也拿不走。老大，阿强他们肯定是被杀了，要不要我找人把姓赵那小子解决了？江湖不是打打杀杀。那酒楼的事儿，酒楼5000万给他，往后别去招惹这小子。秦哥，酒楼手续已经全部办好了，以后这栋酒楼就是你的了。不，这酒楼是我们俩的。秦哥，今晚龙爷请客，我们真的不去吗？那种场面鱼龙混杂，等我们安定下来再说。说的也是，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就是把酒楼经营起来。各位赏脸，老夫感激不尽。今晚让大家看点新鲜东西。这是土龙，3米都不止，哪儿来的？老夫活了70多年，头一回见。别急，还有压轴的。章鱼王，这是章鱼王！我活了70多岁，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章鱼，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章鱼王，没有之一。大帅光临，有失远迎。来人，马上给大帅安排包间。赵琴在哪里？大帅认识此人？你他娘的少给老子装蒜！说，这个人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大帅，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李贵那个狗东西，上个月在皖北抢了老子一批货，还打死了我的手下。大帅，我马上出动所有人帮你去找李贵。老子听说李贵的小弟赵琴接手了他的酒楼和他的女人，现在李贵找不到，这笔账就该他来还。大帅，冤有头债有主，这是李贵干的，老子才不管这些。他杀了我小弟，我也要让他的小弟不得好死。听说他女人姿色不错，老子先让他陪我，然后再陪我这帮部下，最后就让他去皖北卖，估计能赚不少钱。老东西，
你这哪里来的？大帅，您要是喜欢，我送您。哈哈哈哈！好东西，好东西！哈哈哈哈！大帅，您先好好欣赏，我现在就亲自带人去把这个赵琴和那个女人给您带来。辛苦辛苦。小琴，出事了！到底出什么事了？李贵那个王八蛋，上个月抢了查家大帅的货，还杀了他的人。现在查家找上来了，发誓要你俩的命。这是我那渔船的钥匙，你带着小兰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李贵那个王八蛋，我们早就和他没关系了。查才杀人不眨眼，你们落到他手里可就全完了。快走，快！可是我们走了，龙爷您……我就说是你们偷了我的船跑了。我在海城这么些年，查家不敢动我。别磨叽了，再不走都得死。船舱里还有几十桶油，够你们航行大半年了。赶紧走，别回来了。大山兄，你怎么办？我有龙爷罩着我，不怕。倒是你们这一别，恐怕……我一定会回来的。我要亲手抓住李贵那个王八蛋。别说这些了，保命要紧，带着嫂子远走高飞。龙爷，人带回来了吗？大帅，赵琴那个王八蛋，他抢了我的船，连夜逃出海了。这么巧，你不会给我耍什么花招吧？大帅，我至于为了这种小人物和大帅您作对吗？我龙某人在海城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敢骗您？说的也是，不过放心，海上是我的天下，他跑不了。龙爷，您这人能处。我听说您有了孙子，这条土龙留给您孙子，我就不要了。这条章鱼王我带走了，可有问题？多谢大帅，多谢大帅。龙爷，秦哥他们……别说话。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你如果不带着我，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不怪你，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李贵带回去的。你开船的本事是跟谁学的？跟我爷爷学的，比这更大的船我都开过。你后来又怎么嫁给了李贵？我爷爷被仇家陷害，一家人就剩下我一个了。我流落到海城，被李贵买了下来。本来想着跟着他好好过日子。秦哥，我嫁给李贵之后，他就去了皖北，我们从来没有同过房。这些日子以来，一直都是你在陪着我。你有想过给你爷爷报仇吗？我是个女人，能在这种混乱的世道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我不想去报仇，更不想连累你。这个世道，你不去找仇家，仇家也会自动找上门。秦哥，我不需要你为我报仇，我只想跟着你，不管去哪儿。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也绝对不会一个人活着。小兰，秦哥，你是不是嫌弃我脏？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就要了我，我这辈子只想做你的女人。小兰，你去开船，以最快速度朝着东南方向，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停。是茶餐的舰状。报告，炮弹被海浪挡住了。海浪能挡住炮弹？
打，继续给我打！打！给我狠狠的打！报告，炮弹右拳被挡住了，见鬼了！全速前进，靠近了再打。船长，海浪朝这边来了，浪好大！这浪怎么自己会动？该死！真他妈见鬼了！海里好像有个人。海里怎么会有人？你见鬼了吧？真的有人，您自己看。他妈的，哪里有人？都别磨叽，冲过去！滴血，有滴血，他怎么上来的？见鬼了，真是见鬼了！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回去告诉查家，1个月之内，我把李贵给他带回来。我保证照做，我保证。秦哥，没事了，我告诉他们，1个月之内把李贵带回去，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再找我们麻烦。太好了，只要你没事就好。皖北是查小的地盘，李贵要逃，只能去最近的皖南。我们接下来去那里。皖南可是3不管地带，什么人都有。秦哥，这太冒险了。如果不抓到李贵，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这黄八蛋的标签。好，我们现在就去皖南。让你们去把人带回来。人呢？大帅，不是我们不把人带回来，是今晚发生的事情实在是怪啊！一艘海舰连一条渔船都搞不定，确实是怪。大帅，事情不是这样的，赵琦那小子借着海浪掩护，摸上了船舰，把我们的人都打伤了。哦，你是说他赵秦一个人就把你们这群长年累月锻炼出来的精英都给干掉了？对，这个人身手不凡，再加上遇到了风浪，我们……他还说什么了？他说1个月内把李贵带回来，让我们给他一点时间。有意思，那就给他一个机会。你下去吧。多谢大帅，多谢大帅。秦哥，前面马上就到皖南了，我们去哪个港口？皖南有3大势力，分别掌管3个港口，其中财爷手底下的港口湾相对还有点人性，我们去那里。好，都听你的。哪个部分的？船主是谁？船主是我，海城来的。规矩都懂吧？老板大气啊！我守码头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出手这么阔绰的。我的船，你们看好了就行。小事儿。不过老板，我得提醒你，停船可以，但想要做海产生意，还得咱们财业同意才行。你放心，我们不做生意，来找人。找人可以啊，要找什么人？我帮你找。没见过这号人，不过你放心，我手底下人多，我帮你找。行，找到人。还有，
放心，包在我身上。对了，有没有皮卡车给我搞一辆？10万块，我给你搞一辆路霸。老六，把那辆路霸开过来。大哥，您看这车怎么样？没问题，这车我开几天。三刀哥，那女的长得……管住你的眼睛！那男的一出手好几万，眼睛都不眨一下，是你能惹的？干活去！兄弟，外地来的，今晚住酒店还是民宿啊？哥儿几个路熟，要不要给你带路哦？妈的，老子跟你说话呢，聋了！妈的，找死！见过这个人没有？这不是李福？这个人在哪里？他在金爷手底下看场子，在西港那边，具体哪个场子我真不清楚。金爷，西港。秦哥，这地方果然比海城乱多了。今晚先找个地方休息，明天去西港。李贵现在改名叫李福，在金南天手底下做事。我们想要带走他，还得过金南天这一关。金南天在皖南出了名的凶残，就连茶赞都不敢得罪他。我们想要带走李贵，恐怕不容易。金南天不会为了一个李贵去得罪茶赞，这件事有回旋余地。今天你也累了，我们早点休息。秦哥，那是哪里？那里就是南港码头，是皖南3大势力中南爷的地盘。昨天我们去的东港是财爷的地盘，我们要去的西港是皖南最大的港口，也是皖南3大势力中西爷的地盘。东南西都有了，怎么没有北港？北港已经没了，被这3家吞并，一人分了一部分。秦哥，你以前究竟是做什么的？那里是东方大国。秦哥，那边有人！鲨鱼，好多鲨鱼！秦哥，我们得救他！秦哥，怎么会有这么多鲨鱼？我也不清楚，最近出现了好多主动攻击人类的海洋生物。怎么办？那个女人快坚持不住了。那边区域礁石太多，渔船过不去。那怎么办？我去拿鱼枪。救命！我还没死。是我男人把你救上来的。谢谢，谢谢你们。那些鲨鱼，它们疯了，有没有伤到你？都在那里。这些都是你猎杀的。不杀他们，你就得死。我叫苏丽亚，我爸是苏晋南。你是南爷的女儿？我今天开快艇出来兜风，没想到遇到了大白鲨袭击，好奇怪，他
他们平时都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为什么？最近出现了好多这类事件，还说不少渔民都出事了。大哥，你救了我，我要感谢你。你们跟我走吧。我们还有急事，要去找人。你要找什么人？你告诉我，我让我爸帮你们找。整个皖南就没有他找不到的人。靠这儿呢！你们都眼瞎了！大小姐，怎么是你？你怎么在别人的船上？我遇到了鲨鱼，差点没命。是这位大哥救了我。你们马上回去告诉我爸，让他准备宴席，我要招待我大哥。大哥，我们走。对了，渔船上还有3头大白鲨，你们用吊机吊起来，带回去给我爸。这是鲨鱼，3头，那头得有2吨多了吧？大小姐，这是碰上鲨鱼群了。这3头鲨鱼是被人猎杀的。听说你救了我女儿，对，遇到了鲨鱼群，我就莉亚一个女儿，你救了她的命，就等于救了我的命。来，请上座。小兄弟怎么称呼？赵琴。来，赵兄弟，我敬你一碗。哈哈哈哈哈！父亲，事情办妥了。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养子巴颂，这位是赵琴。要不是他，莉亚今天就凶多吉少了。幸会，幸会。白鲨，3头，这么大的鲨鱼怎么弄来的？看那伤口，像是被鱼叉戳的。谁能用鱼叉干掉3头大白鲨？这不是人，是神吧？莉亚，这就是今天袭击我的大白鲨，秦哥一个人把他们全杀了。一个人杀3头大白鲨？不可能吧？那玩意儿一口能咬断人腰。这人什么来头？不，这不可能。秦哥用鱼叉干掉的。秦哥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男人。鱼叉，意思是在海里？对啊，我当时掉进海里，秦哥二话不说，拿着鱼叉就跳下去和鲨鱼搏斗，这才救了我。各位，给英雄敬酒。哼！赵兄弟，听说你是从海城来的？对，我过来找人。找人这好办，不着急，先住下来。皖南虽乱，但在我这1亩3分地儿，没人敢动你。兄弟，我巴颂最敬佩英雄。你今天救了莉亚，一人杀掉3头大白鲨，
想必格斗能力也很强。我八宋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和英雄切磋一下。八宋，你有病啊，还不快滚！哎，切磋一下，不碍事儿。爸，赵琴是我的人，玩玩而已，不受伤。不行，谁敢动我的人，我杀了他！南爷说的对，切磋而已，不伤和气。秦哥，你打不过他的，这家伙可是太拳王，好多拳王都被他打死了。放心，八纵兄肯定会手下留情的。赵琴，拳脚不长眼，一会儿下手重了，把你打死了，可别怪我。我杀了你！你要想死，我成全你。好，好，好，点到为止，赵琴胜出。秦哥，你好棒！赵兄，我马上就安排人去帮你找人，明天之内人给你送来。